而家嘅香港長假用4個字形容就係宛如空城。昔日人踩人嘅旺角同銅鑼灣，如今街上安靜到令人心裏發毛。餐飲老闆睇住空店面，想死嘅心都有，開門就係蝕錢。黃金檔竟成咗催命符。呢場結業寒冬，邊個都避唔過。喺呢個原本應該忙到腳唔掂地嘅復活節長假，一位啱啱由深圳河嗰邊過嚟香港餐飲業打拼嘅內地勞工，經歷咗一場足以令佢三觀震碎嘅文化衝擊。喺內地嘅餐飲邏輯入邊，但凡遇上春節國慶呢種長假，嗰陣絕對係客流爆炸、營業額翻倍嘅最高峰。呢位兄弟帶住喺內地累積咗多年嘅經驗，晨早提前半個月喺心入邊拉響咗1級戰鬥警報。佢滿心以為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復活節長假一定會好似內地嘅黃金周旦，迎嚟一場硬仗。佢喺腦海入邊甚至已經預演緊嗰種做到爆肝、忙到飛起，連飲啖水嘅時間都冇嘅恐怖場景，做好咗每日連續轉10幾個鐘嘅捱慘準備。話晒喺香港人嘅消費能力係舉世聞名嘅，長假出街食飯嘅人肯定可以將店入邊嘅木門檻都搭爛。點知當復活節嘅排班表真正發到佢手上嘅時候，佢望住上面嘅排班安排，成個人完全呆咗，甚至開始懷疑自己對眼。老闆唔單止冇好似佢預想中咁安排密密麻麻嘅加班，反而大筆一揮，直接俾咗佢幾日嘅有薪假期。更難以置信嘅係，老闆仲非常貼心，甚至帶住啲自我解嘲嘅苦澀語氣同佢講，既然店入邊冇生意，不如趁住清明節前呢段時間，順便返內地老家祭祖休息下啦。呢份突如其來嘅善意，唔單止冇令佢感到高興，反而令佢百思不得其解，心入邊甚至泛起咗一絲絲嘅惶恐。直到店入邊一位喺香港餐飲界混跡咗10幾年嘅資深老同事，睇住佢嗰副一臉茫然又不知所措嘅樣，無奈淡長嘆咗一口氣。嗰位老同事話俾佢聽，喺香港而家嘅邏輯已經全變晒，千祈唔可以用內地嘅思維嚟套用。老同事指住出面空寥寥嘅街道話，而家嘅香港人一到長假根本唔會留喺本地，大家嘅標準動作就2個，一係就浩浩蕩蕩淡北上去深圳、廣州食喝玩樂，一係就買張機票出國去日本、東南亞度假。留喺香港嘅人少之又少，就算冇走嘅人都大多選擇喺屋企求其食啲，根本冇慾望出門消費。呢種極度反常嘅現象令呢位內地勞工深受震撼。佢呢才明白，原來自己準備好嘅嗰啲爆肝計劃喺香港如今嘅假期洪流面前，竟然顯得如此多餘且可笑。如果話勞工嘅經歷只係一場意外嘅假期，但對於嗰啲將真金白銀甚至係全部身家性命都砸喺香港餐飲業上嘅本地老闆們嚟講，呢種長假期嘅冷清簡直就係一場實打實嘅生存危機。長假期喺過去幾十年嘅香港商業歷史中，向來係零售同飲食業雷打不動嘅黃金檔期。嗰陣時嘅香港，只要你敢開門營業，就唔憂冇客人排隊埋單。老闆們最驚嘅係客人太多，將間店逼爆。然而，最近一位喺香港經營多年糖水鋪嘅本地老闆喺社交平台上發佈咗一篇文字，字字泣血，淡道出咗如今小店經營者們所面臨嘅殘酷現狀。佢慨嘆，而家嘅市道真係今非昔比，長假期嘅慘淡程度已經到咗令人懷疑人生，甚至產生自我懷疑嘅地步。呢位老闆喺回憶起昔日嘅繁華歲月時，語氣入面充滿咗還閒嘅眷戀。佢記得以前每逢長假，做小店嘅老闆們都會笑到合唔攏嘴，因為嗰陣時香港市民非常樂意出街，食完晚餐順便去糖水鋪食碗甜品係家常便飯。點知而家對比起當年嘅摩肩接踵，街道上真係人影都唔見多隻。對於佢呢種小老闆嚟講，鋪頭只要開住，租要交，水電要俾，員工糧要發，呢啲固定成本每一分都係割喺身上嘅肉。睇住呢種連大集團都頂唔順嘅蕭條，佢只能夠喺心入邊由衷淡感謝嗰啲至今仲願意留喺香港消費嘅恩人。
呢位糖水鋪老闆嘅真情流露，雖然引起咗唔少人嘅同情，但隨住討論嘅深入，大批香港網民開始將矛頭指向咗香港餐飲業自身存在已久嘅頑疾。大家逐漸形成咗一個極其冷酷但又真實嘅共識：香港人之所以瘋狂北上消費，或者寧願使大錢出國，大環境確實有影響，但真正將客人趕走嘅，其實係香港食肆日益下降嘅綜合質素。好多人開始喺網上發出尖銳嘅質問，話呢啲唔通唔係餐飲業自己搞死自己咩？大家積壓已久嘅怒火被徹底點燃，紛紛開始力訴香港餐廳嘅幾宗罪，認為業界喺抱怨顧客流失之前，最應該做嘅係攞面鏡，好好睇下自己而家個樣。首當其衝，被大家痛批嘅就係嗰種令人極度不適嘅服務態度。而家嘅香港餐廳好多都習慣性淡強制收取10%嘅服務費，但在實際嘅用餐體驗中，顧客完全感受唔到任何所謂嘅服務。入門之後要自己揾位，點餐要自己掃碼，連倒杯水都要自己喐手。如果呢啲都忍咗，最令人受唔順嘅係服務員嗰副臭面，好似顧客欠咗佢哋幾百萬冇還啖。呢種使咗錢仲要買難受嘅體驗，令本地消費者徹底寒咗心。大家去深圳消費係為咗追求嗰種被尊重嘅感覺，係為咗見到服務員臉上嘅笑容。而喺香港，好多餐廳嘅服務員唔單止冇笑容，甚至仲會喺你食緊飯嘅時候喺你隔籬大聲執碗筷催你走。呢種極具壓迫感嘅用餐環境，令食飯變成咗一種精神負擔，而唔係一種享受。除咗服務態度，香港餐廳嗰啲堪稱無理嘅限時規定，亦都成咗大家吐槽嘅重災區。喺香港食飯，簡直好似喺度打仗啖。好多餐廳規定只能夠食60分鐘或者90分鐘，哪怕後面根本冇人排隊，服務員亦都會喺時間快到嘅時候過嚟溫馨提示，甚至直接將張單拍喺你張台上面。呢種卡住表食飯嘅日子，香港人已經過夠啦。大家覺得自己辛苦工作咗1星期，想喺週末揾個地方好好坐下傾下偈，結果卻要被餐廳好似趕羊擔趕嚟趕去，呢度邊係消費？呢直頭係使錢揾罪受。對比起深圳嗰啲闊落舒適可以坐成個下晝嘅餐廳，香港本地嘅呢啲小店喺硬件同軟件上都顯得極度缺乏競爭力。更攞命嘅係食物質素嘅下滑。而家嘅香港餐飲價錢越嚟越貴，但端上台嘅嘢卻越嚟越令人失望。好多餐廳為咗慳人工同材料成本，大量使用不知名嘅預製菜，或者係直接將半成品加熱下就賣俾客人。嗰種曾經令香港人引以為傲嘅鑊氣同新鮮感，喺好多食肆入邊已經消失殆盡。有網民一針見血淡總結而家嘅香港餐飲就係服務差、食物差、環境差、價錢貴。當呢4個痛點全部集中埋一齊嗰陣，消費者選擇逃離香港市場，選擇用腳投票，就成咗一種必然嘅結果。大家唔係唔愛香港，而係實在揾唔到一個留喺香港消費嘅理由。如果去深圳食一餐大餐只需要200-300蚊，仲可以享受上帝般嘅服務。而留喺香港食一餐普通快餐都要100多蚊，仲要睇人面色，傻仔都知點樣揀。而家嘅資訊咁發達，交通咁便利，香港人發現原來只需要1個鐘嘅車程就能夠換嚟截然不同嘅消費體驗，佢哋自然就唔會再忍受本地餐飲業嘅呢啲陋習。而家嘅情況係，如果唔由根本上改變嗰種趕客式嘅經營邏輯，唔諗辦法提升服務質素同性價比，但香港餐飲業嘅呢個寒冬恐怕會比預想中仲要漫長。如果業界仲係只識得抱怨大環境唔好，只識得埋怨市民唔愛港，而唔願意去反省自己點解留唔住客人嘅心，淡結業潮只會一波接一波淡湧現。喺呢個競爭極其殘酷嘅時代，冇咩生意係理當然嘅。想贏翻客人嘅心，唯一嘅辦法就係攞出誠意，將服務做細，將食物做精。如果繼續抱住嗰種愛食唔食嘅態度，淡下個長假，香港嘅街道只會變得更加空曠。呢個寒冬係危亦係機。
就睇香港嘅餐飲人能唔能夠喺陣痛中清醒過嚟，重新揾返嗰份失去已久嘅服務精神啦。